你的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好多了。让我看看。哎，还有点重。这样吧，明天让家里的医生过来看一下。这2天啊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在家里好好养养。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？没那么严重。不行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好的，听你的。没想到这山里的夜景还挺美的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。杰西，谢谢你。我也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啊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西城，西城，快过来！日子越来越少，怎么了？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真的好美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金熙，才换来如今彼此相信我，相互依靠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四叶草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少夫人，少爷说了，你的脚还没好呢，要多注意休息啊。老在屋里闷着也不舒服啊，出来透透气呗。其实我觉得也快好了。哎，那大少爷有没有说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？少爷他没有特别的交代。少夫人，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父亲想见您。